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夢劇社聯同聖約瑟大學健康科學學院社會工作系1月24號舉行銀髮夢飛翔夢想實踐之旅，超過50位長者喺聖約瑟大學青州校舍體驗大學生生活。開幕禮由夢劇社銀花綻放策劃人莫家豪首先簡單介紹火樹銀花社區藝術計劃以及銀花綻放計劃。佢感謝聖大嘅支持，讓一眾老友記義工感受大學校園生活，並與聖大學生互相交流，以生命影響生命。當日嘅課堂由聖大健康科學學院何忠健院長以共同創建澳門適齡友善社區為題講授。佢指出，全球各個地方都正係面對人口老化嘅趨勢，又透過本澳唔同嘅例子，介紹長者友善社區嘅指標。大會又安排各同學分為4組，就長者友善社區嘅8個唔同指標，選擇其中一個與聖大社工學系嘅學生進行討論，針對所選定嘅範疇，從年長使用者嘅角度指出現時嘅問題，並提供建議。大會亦安排各同學參觀聖大校園，隨後各組就討論嘅項目進行彙報。澳門教區首目暨聖大校監李斌生主教、聖大副校長張曙光教授、聖安多尼堂主任司鐸柳在炯神父亦列席參與，教授們亦就每組嘅彙報作出回應。彙報後隨即舉行結業禮，李主教致辭嘅時候先讚賞各同學積極學習嘅精神，又強調生命係美麗並有其價值，鼓勵同學們繼續學習，實踐活到老學到老嘅精神，更要有奉獻嘅精神，繼續服務社群。柳神父致辭嘅時候，引用教宗方濟各嘅教導，勉勵各同學：天主無論喺我哋任何年齡，都會給予我哋使命。我哋要睇到各種使命嘅重要性，更要感謝天主所賜予嘅恩寵。佢強調，年輕一代係需要長者們嘅智慧，從佢哋嘅經驗中學懂如何解決問題。佢鼓勵同學們繼續學習，與社會一同進步。長者義工李延松代表全體同學致謝詞，佢提到各同學喺成長嘅時候，因為家庭生活而被迫放棄自己嘅夢想，而透過當日嘅活動，各同學嘅夢想得以實現。喺活動過程中，展現出佢哋嘅自信與生命力，係各同學作為長者義工最暖心嘅回報。佢表示，透過今次活動，引證咗追夢永遠不會遲，但一定要及時。佢又分享作為長者義工嘅心得以及得着。最後，佢感謝各單位為支持今次活動，成就咗長者們一個精彩嘅人生。同學們穿上畢業袍後，分別喺李主教及張副校長手中獲頒鼓舞證書。聖安多尼堂頤老之家過去5年一直與夢劇社分別合辦火樹銀花社區藝術計劃以及銀花綻放社區藝術計劃，而今次活動係銀花綻放計劃嘅延伸活動。喺銀花綻放社區藝術計劃過程中，發現義工長者們對大學校園生活有一份嚮往，於是就聯同聖大社工系合辦呢次校園體驗活動，期望讓參與計劃嘅長者們得以圓夢。